另外，国内咱继续来关心环境议题，先来看这云林县北寮的苦主段。最近呢，是有民众发现这废弃的水槽车，那像互人倒大量的压榨水，而且呢，这车顶搁挂云林县环保局的布条。云林县环保局是表示讲，一个接到民众တင်情，就去到现场来采样，初步了解，这个厂商甲县政府契约已经到期啊，而且已经过偌个时间过去啊，即马等到这化验的结果出来，就依法来追究。 嘿，头家，你来你遮倒工作人员徛伫垃圾水槽再上车边啊，一直用清水甲技术由阿爷垃圾水向外口冲。伫未了乡的苦厝段养殖区做养殖的王摄氏，马上摕手机录影存证来检举，因为这款的情形2、3个月进前都已经发生过。那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就跟他劝说拜托了，不要倒在这里。 他都不理我，还跟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地方，你没有法可以管。我说这照依法就不行啊。养殖业者讲，行为前3月、4月技术偷倒垃圾水，恐惊会污染到附近养殖的鱼运。但是事当时环保局派人采检报化验，并无发现污染物。不过车顶有挂云林县环保局的布条啊，安尼倒垃圾水敢有合法？环保局表示已经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。针对业者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毁损本局名誉混淆视听这个部分，我们会来严格的追究责任以正视听。 环保局表示，经过初步调查，这是一间科技环保公司。去年5月底和县府签水沟啊清扫改善环境卫生计划合约，但是今年5月28已经到期。为应该搁以环保局的名义进行清理的作业，而且垃圾水爱伫合法的所在倒，目前等化检的报告出来，会依法救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